好来，乡亲啊，这个过形船真正是有够厉害。好来，继续来看云林的华山地区，有丰富的自然环境，伫几啊年前就开始来推动着无插电的咖啡体验的课程，后面仲会当用特别设计的飞鸭罐，甲你动手来烘这个咖啡豆啊，呼应着环保的概念，嘛来推广着在地产业。 咖啡豆啊要出炉啊！这个趣味的烘豆啊过程，伫几啊年前就是华山地区上受欢迎的课程之一。所以随着时间，那个豆子熟成之后，它会爆，爆完之后呢，那个一爆、二爆，那个爆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疗愈。 华山地区因为有丰富的自然环境，几年来被列为是推广环境教育的示范地。社会为了响应这个理念，几啊当前就开始推动这个无插电的咖啡体验课程。 曾经我们华山是环境产业认证的场域，然后我们为了就是结合环保，然后再把产业加进来，所以我们就是想了这个手陶壶。自从疫情开始到今啊，对外口观光客消费华山商圈来讲，真的是重伤。希望讲降级了后，游客会使来这享受大自然。 虽然只是简单的烘豆啊，不过背后代表的却是电影的产业甲故事，值得咱乡亲去体验看卖。